歡迎大家再次嚟到阿邦心中的 Top 10 Stand Up Comedians。今日我哋講位咧美國 Stand Up 界嘅大宗師 George Carlin。George Carlin 咧喺1937年出世啦，08年過身，享受71歲，係美國最具代表性嘅 Stand Up Comedian 之一。George 咧成長於30年代嘅 New York 啦嚇，當年未流行電視，大家嘅主要娛樂都係收音機，所以 George 早年嘅演藝工作都係喺電台開始。但係隨住科技進步啦，美國進入咗60年代中期之後咧，電視就慢慢取代咗收音機啦。George 亦頻繁出現喺當時嘅電視節目，包括1962年首播嘅美國元祖級 Late Night Show 節目 The Tonight Show Starring Johnny Carson， 以至1975年首播，以至今日仲做緊嘅 Saturday Night Live 嘅。如果論及喜劇風格咧 ，George 嘅特點係主要通過黑色幽默同語言遊戲咧去批判政治、宗教、小眾文化呢啲咁嘅議題。當中最著名嘅 routine 咧就係佢1972年首演嘅 Seven Words You Can Never Say on Television。呢個 routine 咧，佢講咗7個喺公開場合不被主流社會容許嘅不雅字嘅，於我哋一般人嚟講啦係理所當然啦，但係喺佢呢個 routine 入邊咧，又俾佢講到當中嘅偽善、小題大作，以至雙重標準，相當精彩。Seven Words You Can Never Say on Television 除咗技巧高之外咧，佢本身仲好多文化意義。其一啦，佢成個 idea 係源自另一個更早嘅 stand-up 叛逆者 Lenny Bruce。Lenny 咧係美國近代最早因為台上講不雅用語而被捕嘅 stand-up comedian，對 George 影響深遠。其二咧就係 George 呢個 routine 導致咗1978年美國 Supreme Court 對美國當地一間電台公開播 George 呢段 routine 係唔係不當而作出裁決嘅。嗱，玩 stand-up 玩到上法庭，仲要上到 Supreme Court 咧，都唔係話唔巴閉。George 同 CK 一樣啦，都好多產嘅，佢一生共錄製咗至少14部 comedy special 啦，當中5次獲得 Grammy Award for Best Comedy Album。咁 George 亦係活到老做到老啦，佢最後一場 comedy special 咧就係喺2008年啦，佢去世嗰一年錄製嘅。到嚟對好多人嚟講咧 ，George 嘅表演唔單止係娛樂啦，更係對美國文化嘅哲學反思。長年輸出嘅佢咧喺 stand-up comedy 界咧影響深遠。除咗上集提到嘅 C.K. Lewis 之外咧，好多現今國際知名嘅 stand-up comedian， 包括 Chris Rock 啊、Dave Chappelle 啊、Jon Stewart 啊，都深受其影響。所以我哋話佢係美國 stand-up 界嘅大宗師，實不為過。嗱，中意 stand-up 嘅你咧 ，George Carlin 咧係絕對不容錯過嘅。